这个台湾甲美国所签的协定，有关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到台湾的部分，包括美国牛在内，有1482项的农产品免关税。美国牛嘛开放假肉甲部分的北来亚，都业者担心会影响到台湾本土牛的市场。另外嘛，真担心这个美国猪会来冲击到台湾猪的价销。不过，饲猪协会讲，台湾的本土猪有家己的优势，袂去互美国猪拼倒去。国产牛肝、牛肚含牛肉，定价砰砰砰。早起啉汤配一碗萝卜饭，赶走懊悔的心情。如今台美贸易协定签署，美国牛肉降到零关税，放任牛角肉含部分北来进口。美国牛含台湾本土牛拢有当地意爱，不过业者讲产地无共款，料理方式含滋味拢差一大块。进口的牛就没办法这样子用用冲的啦，那味道他们就没有什么甜味啊，跟台湾牛还是有差啦。当然会有影响，因为外国牛那些内脏进来的话，表示我们台湾养牛的那个产量会变少，养牛的变少，我们这边的进货的成本也会变高。业者补充，今年本土牛价销本来就贵，即马美国牛肉降到零关税，加上台湾饲牛的人变少，物件若少，价销就可能愈贵，而且若牛肉受到影响的搁有。一碗台湾的骄傲肉质有利，芳气十足。不过如今19项猪肉产品进口关税，第3年调降到一半。不过本土饲猪的人认为台湾猪肉嘛是有优势。我们有把那个猪睾丸腌掉，第一个没有臭睾丸的味道，第二个我们又勤洗猪舍，等以后他也快卸任了，他的做法作为。可能是留给下一任的总统去处理了。台美贸易协定对美国农产品降税的品项，85.3%拢是真机来进口。国内的自给率偏低，或者是无生产，亲像牛肉自给率敢若4.6%，两下1%会衰愈低，甚至全部依赖进口。农业部讲，贸易协定降低加工成本的负担，嘛互消费者愈侪选择。不过到底对台湾本土的农产品有偌侪影响，就爱去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